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交通状况。今日过道了后，国道5号、国道1号部分路段车速拢无到20公里。国道3号大溪到龙潭、嘉东到香山嘛拢有塞车情形。高公局预告，初1到初3路南会较塞，初3过到初5就换旧北会较歹走。提醒大家出门进前都要先查路况。 春节假期第一天下晡开始，部分路段塞车的情形愈来愈明显，有的所在时速甚至干那20至40公里。高公局提醒驾驶注意车辆的距离。国道3号土城到树林以及茄东到西滨的这个路段，也是有一些车多拥塞的情形，行车速度大概落在20到40。国道5号的部分呢，目前南向的车流也是有一些 逐渐涌现的情形哦，那这股拥塞的车流预估到下午的6、7点才会逐渐的获得疏解。高公局表示，为着消透未来几天的车流量，初1到初3之间，国道1号路南平镇保盐路段，半暝12点至透早5点的封引道；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路段是透早5点至12点之间封引道。另外，初3到初5之间，上北的国道1号保盐、国道3号西滨，中昼12点至半暝12点封引道；国道1号虎尾、林德、王田，也有国道3号的民间祥平，中昼12点至 暗时9点封引道，收费的部分嘛有调整。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初8，整个连假期间都实施单一费率，凌晨0点到凌晨5点是暂停收费的。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。 初3到初8之间有高承载管制，民众要注意。另外，气象局除了提醒注意低温以外，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西部地区会有9至10级的大阵风，南北来往的车辆要注意安全。记者麦上英曾准由台北报道。